母亲替即将出嫁的女儿戴上发簪，梳妆打扮后，由媒婆递上红彩球，牵引新郎新娘进入会场。新婚夫妇坐下后，再一起享用3品荤菜，共劳而食。这就是结成100年之好的汉代婚礼。从一开始就是丈母娘的前面的仪式，然后到就是新郎来迎娶新娘的这个仪式，就是到最后就是合景的仪式，都非常的完整。就是这一次是第一次完整体验，所以非常的兴奋，就觉得很特别，就可以推荐更多人来参与。在这场宴会当中，大家穿上不同朝代的服饰，深度了解传统汉文化的食衣住行娱乐，丰富知识内涵，还有亲子汉服比赛以及精彩的古风表演，相当热闹。第一次参加汉服夏日宴的活动，我这身上的造型是宋制的造型。传统本来就是应该要有人去传承，对啊，这样的一个东西，我也希望我一个女儿也能够感受到。难得在台南的400年呢，能够跟大家呢有这样的一个盛会，近100人呢来到现场，跟大家来做一个互动跟近距离的接触，同时呢也会更深入的了解汉文化，不只是穿汉服，更是生活中的活历史。汉文化总会指出，身为汉人有推广汉文化的使命，但在台湾的关注只有在原住民或少数民族身上，所以汉文化这块相对弱势。期盼在台南400之际，能有更多的资源传承中华传统文化。汉文化就相对比较没有那么的关注，甚至会觉得说，是不是这个部分不用特别推广，因为还有略含了一点点的两岸意味的问题，所以在这部分的话，相对政府也会比较小心一点。所以在这部分，如果你想要拿到一些资源的话，也是相对比较棘手的。汉服代表它的每个族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标杆嘛，我想这个我们大家共同应该来协助他们，我们都能来参与，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发扬光大。主办单位表示，这届参加人数虽然不如去年，但明年的活动会更加精彩丰富，让大家都能来体验汉文化之美。记者说，台南报道。